細路出世好多嘢都要準備定，其中一樣就係 Baby Cam。今次揀咗 TP-Link Type C840，佢對於有初生 BB 嘅家庭好重要㗎。而家跟機仲送 BB 床夾架，仲有3米長 USB-C 線，放邊度都得，亦都可以插入512G 嘅記憶卡嚟做24小時循環錄影，保養期仲長達3年。佢係香港市場上第一部雙鏡頭 Baby Cam， 兩個畫面可以同時觀看，內置搖籃曲同埋白噪音播放，機背仲有小夜燈，仲會幫忙記錄 BB 活動。市面上最多免費 AI 偵測功能嘅 BB Cam， 例如嬰兒哭鬧偵測、睡眠偵測、遮蓋臉部偵測等等，同埋睡眠分析報告。另外仲入手咗 C260， 爸爸返咗工都可以隨時睇到小朋友。Type C840係新加坡 AWS 雲端系統，同埋通過台灣 NCC 同埋 BSMI 認證，確保私隱安全。鏡頭隱藏同埋隱私模式功能，媽媽餵人奶都更加放心啦。仲有 Baby Snap 自動照片捕捉，成日都可以捕捉 BB 好可愛嘅一面。而家輸入專屬優惠碼即減100蚊，899蚊就可以帶佢返屋企啦。優惠期去到12月31號，快啲入手啦！